再来看有比利时的媒体指出，讲2022年的时，中国的大使馆要求比利时的外交部把台湾代表处的国旗提掉。另外，索马利亚政府日公告讲，因为一中的原则，4月30开始使用台湾的护照未当进出索马利亚联邦。咱国外交部表达抗议，嘛呼吁民众为着安全，就莫去索马利亚。2025国际评比上强护照排行，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公布，全亚军宝座拢是来自亚洲国家，分别是新加坡、日本、台湾是第33名，比去年提升2个名次。不过外交部突然公告，索马利亚民航局日历表示，因为一个中国原则的关系，4月30开始，所有台湾的护照加相关旅行证件，拢袂当用伫出入加过境索马利亚联邦。那中共文攻武吓始终没有停止。不管是军机、军舰的军演，连这个我们的护照，在全世界其实都相当的好用，而中国还是持续的打压台湾。对于索马利亚政府错误解释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，并与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挂钩，图谋制造台湾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假象，外交部也予以严正驳斥，并强烈谴责。为了确保咱国民众安全，外交部也呼吁，伫索马利亚政府还未撤销公告以前，先莫去索马利亚联邦甲索马利兰共和国。当各界批评中国打压咱国国际空间的同时，比利时法语媒体《晚信报》合作发表的系列报道中，公告中国大使馆伫2022年要求比利时外交部设法移除挂伫台湾驻比利时代表处顶楼的国旗，将其要造成咱国国旗伫2023年初就去互剔除。大部分国家我们驻处的国旗也都是在室内啊，除非有很独立的馆舍。我们要在意的更需要的是这个外交的这种具体国民待遇的打压啦。比利时因为它是欧盟会员嘛，这个欧盟成员，所以我们护照在那边适用申根签证这件事情应该还是不会有所改变。国际关系学者认为，应该袂具体影响咱国民众的态度，而且台湾人伫欧洲也真受欢迎。外交部表示，中国想要改变现存的国际特势，将台湾议题扩改成内政问题。咱国除了明确反对北京一再透过法律战、心理战甲舆论战等行为，也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以具体行动加以反制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